翻开属相，如将前3公里前到1步，再1步，3步，蹲到1步，再1步，3步。请谢讲师准备前到1步，蹲到1步，讲师晚安。讲师晚安。请坐下。讲师晚安。对不起，我听我暗的经纬多小可谈了，阿公袂扫声，今日来遮讲袂出来，怎甲咱组长请假真对不起啦。咱即马就来开始讲啊，干坏，书说不先不变，本为为道，是法。为道所说不先不变讲，将灭将灭上极先啦，我小可能我想将灭极先，以先见灭，灭由不灭，先说不先，我说不先不变讲，本主不先，因不变。所以不懂我道，这我跟鬼拢有人读啊，我道逆入地心业，将一切善恶都无数量，自然得入清净身体，当天成就，妙用行杀。这个感情上的这个来请问要做大事。讲你讲的不生不变的，叫我都够实现了。那么做大师大师就来讲，为道所讲的不生不变者，伊是将灭来极限。讲死去就无去啊，死去就无去啊，我都得讲无先啊，以生来显灭，生了后，伊的过去就无去啊，即摆呢，即过去落去个死，就过去无去所以呢，灭由不灭，先说不先，伊即个在外头咧讲的呢，袂甲讲甲足详细，所以呢，互你听咧感觉讲足糊涂，灭嘛哪像无灭生嘛哪像无生你毋知影。我所以不生不变的，本自无生，本来就无生。今也不变，无生就不变。本来咱人呢，规空就转去转去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地不同体，本来咱就是不来转回来到遮呢，实在讲呢，咱来遮要转的机会嘛，足少的是即个大开普渡，咱哪有机会转去？咱哪有机会转？所以，咱呢，伫西方接对落来了后，对我这东土受到气变甲不足，把咱蒙蔽。所以人讲，咱的自性的本体，咱自性的本体本来就是安尼本来就是安尼，本来咱自性伫西方外，对于东土外呢，就这点。上有气变，这个是因有气变，下有不足，把咱蒙蔽。所以堪遮含命堪遮含命。这个堪呢，堪卦就是你的自性本体含伫阴上阴下阴气变甲不足，甲你蒙蔽。所以要对遮倒转，毋是安尼简单。若毋是受师一指，无法度通突破所以毋通安尼点文书底讲今天受一主，跳出苦海岩。对了苦海，今天受一指了，跳出苦海岩。
唯心来上岸，积极定运转。唯心来上岸，伫种苦的当中跳出了后，赶紧来进入这条运作，赶紧来参与咱的前言，甲咱熏陶，咱过去的气变甲不了方便，甲咱洗互清气，咱家己知影人过过，所以跳出快的，唯心来上岸，积极定运转，咱人要转去，因为人世间几十年，在咱咧讲是感觉讲正重啊，也毋过在本来成仙咧讲也是咧对啊，几十年的时间，伊讲刹那间尔，缓慢之间，那就不咱目睭一个尔，真紧就过，所以咱来注意。本来呢是无生，本来无生，本来伫西方，就无生无灭啦。既然无生就无灭啦，所以今仔日咱得到了后，咱若好好来修，咱就会当转去，但所以不动华道，交会道伫讲无些啥，咱的六祖大师会不生不灭，交会道伫讲无些啥。你即支地府若张命天堂挂好转去，伊就无可能转去啦。除了咱，就感觉讲咱的完美了，咱要过来遮，行完了完，咱才过来。变若无呢，咱若真袂得着道，咱有认真通修，咱就会转去，这个定道理啊。所以不动华道，逆欲欲滴心了。你若要真知影这个修行的这个要旨但一切善恶都无需要，一切善你也莫想，恶你也莫想，善无想，恶无想，多一个啥？多一个了。所以你话安尼，有贤祖师去互迄个迄个什么年迄个玉场啊，伊叫讲，你本来要甲抢伊个，伊遐衣钵，衣钵是伫迄石头顶，迄人摕，所以呢，伊伫遐，伊才讲，仁者，我毋是为这来的，我是为法来的，叫伊来点。所以为贤祖师要来点的时阵，咱来讲，你也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你毋通上善，毋通上恶。毋通上善，毋通上恶，你自信落伫你个本体内面，落伫你个本体内面，所以来点就点袂着，所以呢，咱点老师要甲因点的时阵，拢会甲因讲，你看迄个功课，迄是少一个相互你看，你迄个心有到倒来伫啊，安尼就会点袂着，所以咱当时也要注意。伊咧讲，讲这恰当经。这嘛是一个天机，你爱看好来甲想，也好来甲讲，自自然然，咱就当了解，所以讲，你若要知影你的修要，你一切毋通上善甲上恶，无需要，自然直接清净的身体，自自然然一心就静，心若清也静。心若清，就无惊人，就静。迄个就是本来的身体，本来的身体，咱伫西方面原本来就是身体。所以上义贤讲圣人就是义来讲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本来就是善。来遮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如果个人来遮学，寒学，逐年就来。所以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呢，当然相接，平平常常淡，平平常常，本来就是心袂什么鼓动，鼓动咱就去互这物要牵去啦，咱的心若鼓动，无咱的心本来就袂什么鼓动，所以妙用言三，咱这个心若无鼓动，会当了解足济，嘛会当做足济贡献伫社会真。咱来了解，这个真应该了解，这个